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 Miss 花兒，你哋又叫做咩名啊？小朋友啊，你哋知唔知有一個春天嘅節日，啲人會去掃墓、插柳樹，仲會放風箏嘅呢？冇錯啊！呢個節日就係清明節。今日 Miss 花兒講嘅故事叫做清明節的由來。呢個故事背後有一個令人傷感嘅故事。你哋準備好未呢？不如我哋一齊聽下啦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中國有一個地方叫做晉國。晉國入面有一個王子，個名叫做重耳。重耳雖然係晉國嘅小王子，但係佢嘅人生並唔輕鬆，因為國家入面發生咗好多爭權奪位嘅事啊。有一日，重耳就同幾個跟隨佢嘅人離開自己嘅國家，要匿埋四周圍行好遠好遠嘅路。佢哋去過唔同嘅國家，行咗好多嘅山路，成日都行到腳軟，肚又餓，仲要驚俾人捉返去添。有時幾日佢哋都搵唔到嘢食，大家嘅肚都咕嚕咕嚕咁叫啊。即使大家咁困難，有一個人從來都冇離開重耳，嗰一個就係好忠心嘅介子推。有一晚，風又大又凍，重耳王子餓到嘴唇都冇咩血色，手又震，連起身都冇乜力啊。介子推望咗佢一眼，心裏面好唔安樂。佢知道如果王子捱唔到呢一關嘅話，將來就冇人可以帶領國家㗎喇。於是介子推望一望四周圍，又望一望自己嘅大髀，心入面偷偷做咗一個好大好勇敢嘅決定。去到第二朝早，火堆上面傳嚟陣陣嘅香味。重耳聞到之後，好驚訝咁講：我哋琴日明明咩都冇㗎，點解今日會有肉湯味嘅？介子推小心翼翼咁捧住一碗熱辣辣嘅湯，遞到去王子面前，笑住話：你飲咗先啦，飲完就有力氣繼續行㗎喇。重耳一飲落去，即刻覺得成個人都暖返晒，身體好似重新有力氣，感動到差啲喊咗出嚟。重耳問：你喺邊度揾到呢啲肉㗎？你自己有冇食啊？介子推冇即刻答，只係低一低頭，輕輕力咁拍一拍自己嘅大髀，笑一笑咁講句：你有力氣先係最重要，我仲捱得住。重耳望一望介子推嘅大髀，再望一望碗入面嘅肉湯，佢心入面已經明白咗發生咩事。佢嘅聲音有啲震咁同介子推講：你點解要對我咁好啊？介子推好細聲咁講：因為我相信你將來會記得今日，會記得點樣對人好。就係咁樣，重耳王子繼續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，過咗好多年。佢試過去唔同嘅國家暫住，每一日都好小心翼翼，而介子推都一直陪伴喺佢身邊。佢哋過住嘅日子有風有雨，有苦有樂，兩個人一齊經歷，所以友情都變得好深厚。喺重耳心入面，
其實佢好清楚邊個人係對佢最好。終於有一日機會嚟啦，重耳王子喺好多人嘅幫助底下，可以返返去自己國家，仲成功成為咗晉國嘅國君。從呢一刻開始，人哋唔係再叫佢做王子，而係叫佢做晉文公。宮殿入面好熱鬧，大家排住隊向新嘅國君祝賀，大家都好開心。而晉文公開始覺得好忙，佢要記住好多好多嘅名，要獎賞好多喺路上幫助過佢嘅人。喺宮殿入面，有人拎到金銀，有人成為咗大官，大家都笑得好開心。但係晉文公佢返到宮殿之後，忘記獎賞介子推。介子推靜靜地望住晉文公，細細聲同自己講：佢依家安全就好啦。我本來就唔係為咗獎賞先去幫佢。講完呢句之後，介子推慢慢咁轉咗身，然後行出宮。後來介子推就去揾返佢嘅媽媽，一齊搬咗去綿山度住。佢同佢嘅媽媽喺山上面起咗一間細屋，種下菜，過住一啲簡單又安靜嘅生活。介子推覺得只要媽媽喺身邊，生活平安就已經好足夠啦。佢從來都冇講過以前佢係做啲咩，亦都冇去宮殿提醒晉文公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晉文公終於冇咁忙，佢開始慢慢咁諗返起以前發生嘅事。佢突然好震驚咁話：介子推呢？佢一直陪住我，甚至乎諗到呢度，佢心入面有種唔安樂嘅感覺，好似唔記得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咁啊。於是晉文公派人上山，周圍揾介子推，想叫佢返嚟領賞賜做大官，但係揾來揾去都係揾唔到介子推。有人就話啦，不如用一種方法逼佢一定要落山啦，例如喺山腳生火，咁佢咪會驚到行出嚟咯。而喺呢個故事入面，晉文公真係咁樣做，就係放火燒山，希望介子推同埋佢嘅媽媽會驚到行出嚟。大火燒咗好耐，但係都見唔到介子推同埋佢嘅媽媽。當大火終於熄滅咗之後，晉文公好後悔咁諗：我係咪又做錯事啊？有人發現喺一棵仍然生存到嘅柳樹旁邊，有一張寫滿字嘅布，布上面寫：希望國君可以永遠保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嘅頭腦，好好照顧百姓，唔好忘記真心對佢好嘅人。晉文公睇到之後，即刻覺得好後悔，跪喺柳樹前面，眼淚一滴一滴咁滴落地。佢一路喊一路講：介子推，我以前唔記得你，係我嘅錯，我以後都唔會再忘記你啦。之後晉文公為咗紀念介子推，所以下令呢一日全國唔准生火煮嘢食，只可以食凍嘢。呢一日叫做寒食節。寒食節之後嘅一兩日就係清明節。過咗好多年之後，寒食節同埋清明節呢兩個節日因為好接近，所以慢慢連埋一齊。
亦都變咗而家所講嘅清明節。喺清明節嘅時候，我哋會去掃墓、清理墓碑、插柳樹、擺上花、食物，表達對先人嘅尊重同埋想念。除此之外，都會同屋企人一齊外出行下，感受春天。而家小朋友喺清明節仲會放風箏，寓意放走唔開心嘅嘢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完啦，不如等 Miss 花兒考下你哋有關於呢個故事嘅問題啦。第一題問題係：清明節屬於邊一個季節嘅節日呢？係喺夏天，亦或係春天呢？冇錯啊，係春天。第二題問題係邊一個係介子推呢？佢係一個王子，亦或係一個好忠心跟住王子嘅人呢？冇錯啊，介子推係一個好忠心跟隨住重耳王子嘅人。第三題問題係晉文公用咩方法想令介子推同佢媽媽落山呢？冇錯啊，佢用咗放火燒山呢一個方法。第四題問題，放火燒綿山之後，有冇令到介子推同埋佢嘅媽咪落山呢？冇錯啊，介子推同埋佢嘅媽咪都冇落山。呢一個放火燒山嘅行動相當衝動。除咗會令到介子推同埋佢嘅媽媽生命受到威脅之外，山上面嘅好多人民同埋動物都有危險。最後一題問題啦，如果你係晉文公，你會用咩方法揾介子推同埋介子推嘅媽媽呢？Miss 花兒聽到你哋嘅答案啦。有啲小朋友話每一日去唔同嘅角落揾，相信總有一日會揾到嘅。另外，我都聽到有啲小朋友話派街招，等多啲人可以收到呢一個訊息，或者呢一個訊息終有一日會傳到去介子推手上。小朋友，你哋嘅想法都好好啊！相信你哋係晉文公嘅話，都好想揾機會報答介子推。而家小朋友，不如跟住 Miss 花兒一齊讀一讀今日故事出現過嘅幾個詞語。你哋準備好未呢？準備好嘅話，我哋就開始啦。清明節，清明節，掃墓，掃墓，柳樹，柳樹，春天，春天，風箏，風箏。好欣賞各位小朋友都有跟住 Miss 花兒一齊讀。最後 Miss 花兒希望各位小朋友記住，呢個故事最想教導我哋嘅就係
有人曾經好真心咁對你好，你唔好等到失去嘅時候先後悔，要早啲學識感恩，學識講多謝。希望你哋聽完呢個故事之後，都會更加珍惜身邊每一個對你好嘅人啦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如果鍾意 Miss Farley 今次講嘅故事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